在中華最近是發生袂少這流浪狗虐人，也是講咬人的事件。在鳳灣鄉，甚至佫傳出有狗仔撞入去豬條咬豬仔，佫走起人的魚塭啊，甲人損斷，造成農民甲漁民的損失。東方所是呼籲大家都愛加強這圍牆的管理甲維護，後手嘛會提供人仔來協助地方來掠狗。豬仔尾佇壁邊，詳細看身軀頂竟然有袂少互狗仔咬空喙。中華豐原漢寶村這個月發生狗仔走入去豬條咬豬的事件，造成幾啊隻豬仔受傷。在地村長表示，附近流浪狗真濟，毋若會講略，即陣閣攻擊動物，實在真困擾。牧場遐，即種一堆的啊，規定20隻啊，10隻吧。就加減有啦，嘛是會驚啊。問題是啥物處理？已經有發生幾啊件對人啊發生佢個搏鬥的代志啦。最近就是伊會撞入去咱這個畜牧場內底，啊入去內底咬隻豬，啊造成隻豬的損失。村長表示，漢寶村有袂少流浪狗，即陣流浪狗除了會撞入去豬條咬豬，甚至佇蛤蟆收成了後，漁民放水整理窟仔的時陣，走入去窟仔損斷，甲魚仔咬死，造成農民漁民的損失，嘛驚會有傳染病過濾，望相關單位會當想辦法解決問題。這個畜牧場加強周邊圍籬的建制避免讓外面的流浪犬跟一些小動物跑到畜牧場。那另外，如果有流浪犬闖入那個畜牧場，因為那個侵犯農民的財產的話，農民可以撥打那個捕犬專線8590010。東方所表示，狗甲豬仔共通的疾病無濟，但嘛是呼籲農民漁民加強飼豬場甲魚塭4庫練等的管理維護，對生物防疫嘛較有利。隨後也會提供人仔協助地方掠狗。記者楊淑成綜合報道。